好啦，如果你中意喺屯門市廣場附近嘅商圈裏邊遊逛嘅話咧，咁你咧又中意咧就想要揾一啲大啲面積嘅兩房啦。市廣場咧同埋時代廣場咧面積偏少啊，就未必係個個買家合心水嘅。咁大部分買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能會有啲留意下一個屋苑就係咩咧？華都花園啦。嗱，華都花園千祈唔好睇佢樓齡雖然大少少，但係佢個面積相對比較大，大部分買家都比較中意咧買嚟上車嘅喎。咁實用嘅間隔一齊上去睇下啦。咁好啦，點解要特登同大家嚟睇下呢度咧？就睇下啦。嗱，其實屯門市廣場嘅商場同埋華都花園嘅位置，只係一條商場天橋之隔嘅啫，所以距離位置咧就非常之方便啦。好啦，上到嚟單位呢個係一個414尺一個間隔兩房，先參觀下個兩邊廳先。係啦，呢個飯廳、電視廳啦、客廳又得啦。咁啊兩邊啊呢邊咧就有一個小嘅外邊有個窗台嘅。但係就屋外位置啊，有啲人可以變咗花槽咁擺下嘢咁樣都得嘅喎。好嗱，鋁窗就業主已經做咗換咗㗎啦。咁啊望一望個洗手間先，咁廚房先啦。廚房咧就做過個櫥櫃面，咁啊但係都用耐咗少少，咁可能做翻啲翻新會合適啲嘅。洗手間呢度做咗企缸位置，咁啊水喉都會基本換過。咁啊兩個房，呢個大房，咁啊大房咧就做咗個地台床喺下面嘅。咁啊有兩層嘅收納空間啦，咁啊衣櫃都比較上深啲嘅，房大廳大，咁啊410幾尺，市廣場範圍裏面咧呢啲類型兩房咧比較合適一啲用家咧，有連埋小朋友嘅居住啦，咁啊仲有個衣櫃位添。好嗱，呢隻單位咁實用，唔知你有冇興趣？有興趣想睇，打呢個電話揾傑仔帶你上嚟睇下啦。